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社会新闻，大家咧报，也是有人互变成仔骗去。变成仔，某人讲是老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老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老就骗的意思，像讲骗人会当讲是老人，若骗人的钱会当讲是老人的钱。另外，这个老嘛有套话意思，像讲套人的话就是老人的话。若做名词就是骗子，变成仔咱讲是老啊，若是骗人的步数，咱讲是老啊步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老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头前讲到的老啊，也就是骗子，嘛会当讲是俗啊，变成仔。伫咧金门一寡所在，手指头啊买二彩，咱讲是老啊。第二个词读做孤老，这是形容一个人歹斗阵，无啥要和人交叉，或者是讲无要插人的人情世事，嘛会当讲是孤达、孤母、孤门、孤孙。若颠倒变的词就是空交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警察宣导大家爱有防诈骗的意识，提防老啊出门大户去变毒神啊坐伙人。特别是个性较古老的，因为较无啥和人交叉，无咧注意骗子的新手路，就较会成做变成仔的目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老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老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